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展开封闭行程，这是20年来佫一摆有英国国王来到美国。因为受到中东战争的影响，美国甲英国的关系已经落到70年来上低点。佮加上北京才拄发生枪击案，互查尔斯这摆行程若面临相关规格维安，嘛带着修复两国特殊关系外交使命。 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甲王后卡米拉去到美国白宫展开4天的访问。美国总统川普甲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亲身来迎接，这是自从2007年以来，佮再有英国的君主正式访问美国。这届访问也被当作是查理斯登基以来上重要的外交行动，特别是目前美国甲英国政府之间因为伊朗战争无对等，川普要真侪届公开批评英国无愿意参与军事行动。 In private, I think there will be some sort of gentle nudging by the king,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s to the armed forces, because he is head of the armed forces. Donald Trump has had things to say about that. I thought it was very telling earlier this year when the president had a go at NATO troops in Afghanistan and said they've been staying a little back from the front line. 不过，这场历史性的访问算是充满无平静的气氛。 因为2天前伫华府才发生枪案，伫白宫甲英国大使馆周边的维安明显升级。一直咧大西洋的另外一边，伦敦的白金汉宫外口，阁有一场反战的示威，因打扮做英国国王甲川普的模样，手提有写强悍的飞弹模型，批评英国政府允准美军使用基地来攻击伊朗，也认为国王伫这个时阵去访问川普真无妥当。 The UK government are allowing the US military to use our air bases to load up with bombs, take off, and conduct strikes. That makes us complicit. And so sending the king right now sends a signal that we're actually okay. 有分析指出，查理斯这届行程是想要学1957年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伫咧苏伊士运河危机了后去访问美国成功的案例，希望会当发挥王室的影响力。所落来，查理斯要去国会发表演说，而且去维吉尼亚州甲纽约来参访，咁会当伫充满紧张的国际局势当中，成功来修复美国甲英国之间将近1世纪的坚定盟友关系，各界拢密切的关注。《公新闻》陈伟仁编译。